如果要用3個詞語嚟形容我嘅工作嘅話咧，我就會用同心、同行同埋同成長嚟形容。咁喺兼修服務入邊咧，其實小朋友大多數嘅狀況咧都係言語發展遲緩啦，同埋自閉症譜系嘅。喺比例1:6之下咧，每一位學生咧其實都有佢嘅個別化嘅教學計劃嘅。就住佢個人度身訂造，需要咗一個咁樣嘅目標，而去拆步驟去教佢，期望係讓呢一群小朋友能夠盡量緊貼同齡嗰個發展，亦最大嘅目標咧都係佢哋能夠融入主流嘅群體生活、校園生活。先觀察小朋友自己嘅個別嘅需要啦，然後就住呢啲情況係其實會影響佢喺課室嘅融合情況嘅喎。咁呢一群嘅小朋友就係需要有一個人去能夠靜心聆聽佢遇到嘅問題，去梳理，去幫佢揾解決方法。就譬如望到佢喺轉換課室或者轉換活動情景有困難嘅時候，我就可以做一個 backup 啦，陪伴佢，聽下佢嘅原因，點解唔跟老師行啊？原來佢頭先佢合顏色筆未執好啫。咁我下一次就會喺佢分組時間完結之前，我就早10分鐘入嚟陪佢執好佢嘅嘢。我亦都建立一個教佢睇時鐘啊，先陪伴，然後製造情景，讓佢可以自己 pick up 技巧，能夠自我調節，融入大班嘅校園生活，係貼身地讓小朋友去即係處理自己日常嘅生活，亦都係佢融入主流嘅條件啊！喺融合教育入邊，去幫忙建立課室入邊一啲正向嘅社交氣氛啦，互相支持啦、鼓勵啦、包容啦，甚至係協商嘅。每一次當佢哋遇到一啲社交嘅困境啦，或者同小朋友一啲衝突啦，我要教兼修嘅小朋友學會一啲正向嘅社交技巧，咁透過一系列嘅就住佢度身訂造嘅圖卡咧，建立佢哋同理心啦，同埋佢哋自己朋輩嘅關係啊，亦都要去讓班入邊主流嘅學生咧去認識，唔係話俾佢聽呢個小朋友特別弱。可能玩一啲桌上嘅遊戲啊，小組嘅形式咧，去讓佢哋學習互相幫忙啦、社交禮儀啦、如何正向鼓勵或者溫柔提示咁。佢係好需要1對1去俾空間佢去回應，有時係可能要3個月或者係半年嘅時間去同佢建立一個佢能夠有啲咩需要都過嚟拖你隻手細細聲同你講咯。可能掹下褲，我開唔到個水樽啊！係一個好大嘅突破嚟嘅，對於一啲自閉症譜系嘅小朋友，我就會覺得好有成功感。其實佢真係困咗間屋入邊，揾唔到啱嘅鎖匙去開啟嗰個語言表達嘅門。咁正正兼修老師或者喺呢個服務入邊，就可以幫小朋友揾到佢啱嘅鎖匙，去開啟佢學習之門啊！